大家好，今日係2025年4月7號。特朗普政府4月2號宣布嘅關稅規模同埋影響程度令市場意外。若果全面實施所有關稅，我哋嘅最佳估算係美國關稅稅率將達近25%，係2024年有效關稅稅率嘅10倍，遠高過市場預期嘅10至15%。若果冇談判降低關稅稅率，大幅上升嘅關稅稅率可能抹去美國 GDP 喺2025年嘅所有增幅。我哋仍然維持建議投資者暫時唔好增加風險資產，由於經濟增長、政策同埋企業盈利不確定性加劇，預計即使係優質股票，短期裏面亦都會面臨壓力。投資者若憧憬美國嘅財政或者貨幣政策將迅速支持投資市場，或者會失望。固定收益方面，信貸環境或者會轉差，我哋因此偏好2至5年期嘅短年期美國國債及現金，多於長年期嘅美國國債。雖然標普500指數下跌11%，但係美國大型股過去2年嘅回報率仍高達3%。隨住投資市場喺股市反映關稅對經濟同埋企業盈利嘅前瞻性影響，機會或者會適時出現。例如，雖然美國零售商面對關稅嘅壓力遠比美國軟件行業大，但係後者股價跌幅同前者相若。當資產負債表同埋盈利能力質素較高嘅優質股票遭受嘅衝擊，等同較易受累經濟周期嘅周期性股份嘅時候，投資機會或者會適時浮現。對等關稅對美國經濟以及全球貿易都構成嚴重嘅短期衝擊，有機會增加市場預期通脹放緩甚至通縮，並且最終重新下調環球經濟增長預測。美元對比其他貨幣或者會因此較有優勢，而日元可能比歐元、英鎊、人民幣、加元同埋瑞士法郎等其他貨幣更強硬，以及無阻美元對日元以及歐元對日元繼續喺中期分別下試約140以及約145水平。日元對美元喺2025年下半年或者會更強，因為美元屆時可能面臨更多壓力。目前沽歐元、人民幣、瑞士法郎同加元而買入日元，或者係較好嘅策略性部署。